求主赐福兄弟姊妹有一个柔软的心、较无的心，有比较好家己来甲圣殿当中切切推求伊的面，来爱慕中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。阮伫天的爸啊，阮的主，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的日子，互阮伫安息圣日当中，互阮有份，家己伫圣殿内面三角敬拜你。虽然有人因为家庭的需要、社会上的需要，甲身体病痛，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自责，我嘛想要恳求你，有缘赐福伫因的心中，甲因的家庭，互因拢平安顺遂。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星星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脚无你稳固满我的心。星星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互你起，互为时刻都会真心爱你。星星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脚无你稳固满我的心。星星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互你起，互每时刻都会真心爱你。我将生命献予你，替我打尽分力，予你来定心我心，无人通到你身边，主我要望你的荣耀，我应信你，但心是敬拜你。过去一礼拜所犯的罪，咱来主认罪悔改，咱所会开声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阮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，因为你的疼，轻愿归你。啊，毋过阮常常得罪你，伫个无知当中得罪你，求主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，帮助阮自觉。脱离必真的事，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，成做阮万福的源头。求你用宝血洗清阮，求信心更新阮，恢复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这时咱嘛为着几项事件，咱来献上咱的祈祷。第一，咱为着教会。身体病痛、心灵软弱、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为着你所知影的，毋知影兄弟姊妹，咱会使提名来为因代祷。嘛为着特别毕业甲升学的儿童、青少年来祈祷，求主保守甲带领因头前的脚步。嘛为着新冠疫情。最近阁开始流行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求主保守大家拢会当平安度过所有疫情。嘛为着教会事工，好因的团部，无只团队，无区区长、小组长、各项团队首长全职同工，望主稳定来看顾，互所有人会拿服侍拿甘甜。那服侍哪有快乐？咱只是拢为着这几项的代志，咱开声来祈祷，咱做伙阿头来祈祷。你对啊，最送感谢无落你，我为着阮教会身体病痛，所有心灵软弱，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，咱献上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就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。
讲强因的心智，带领因来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，来献上到主啊！你是阮的主，你是人民的主，求你来护你，求你来保护，求你的爱来充满因的心，让因不要失去亲人的心，这个会当这条爱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努力。我为着你被培养的深刻的耳朵，甲情绪，献上我祷，求主你的保守带领，互伊会当做着好，伊当培养的青少年会当找着好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新冠疫情最近搁开始流行，我们献上我的祈祷，求主你保守所有的会友，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平安的度过这个日子。主啊，感谢你！一时人嘛，为着教会事工，互因的传播，阮来献上你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主帮助我，我为着国家团队、各区区长、小组长、各个团队的首长，阮献上祈祷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王，互阮伫服侍你的同时，会当哪服侍哪敬你，哪服侍哪得到快乐。主感谢你。所以接来，咱嘛为着台湾内政、甲国家的复兴、世界和平守望大党。最后，咱为着今日2堂的礼拜定数，詹牧师的讲道，求主教我詹牧师，和伊所讲的每一句话，都会当带着圣灵的能力，互詹牧师所讲的真令每一个人满足每一个人心灵。咱做伙开声，为着这两项事件，咱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是阮的主。台湾是你所复兴的国家，愿求你来帮助，求你来看顾。为着今日詹牧师的2堂礼拜，阮献上我的感谢，我的祈祷，求你将2堂礼拜顺利来进行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我心，我较无你阮过满我的心，是神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予你去，我每时刻拢会深深爱你，深深请你来。充满我心，我较无你阮过满我的心，是神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予你去，我每时刻拢会真正爱你，我要追求你主。生命献予你，替我靠近阮你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通甲你相比，主我用你的荣耀，我用心心甲心心敬拜你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。我用心你，甲心心敬拜你。我用心你，甲心心敬拜你。
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甲你来唱学咯，咱上帝歌。哈利路亚，大家来唱。来大家唱，来大家唱，咱要写下咱尊重大本哦。来大家唱，来大家唱，咱要写下咱尊重大本哦。只有伊看你而乐意是主，我在现在的到永远，万民着跪拜，咱人拢着信你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来大家唱，来大家唱，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。来大家唱，来大家唱，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。只有伊看你而乐意是主，我在现在的到永远，万民着跪拜，咱人拢着信你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只有伊看你而乐意是主，我在现在的到永远，万民着跪拜，咱人拢着信你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来大家唱，来大家唱，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。来大家唱，来大家唱，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。只有伊看你而乐意是主，我在现在的到永远，万民着跪拜，咱人拢着信你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主要做你掌管所有一切，你是我的主，哈利路亚。